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谢小军讲法师。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仁波切的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这是第2章的修心法颂的第1颂的下半部。这本书，在这里就它的封面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在我的身后呢，身后的就是可以看到佛坛上面也是这本书。那这个第2章，其实它的重点内容主要是讲慈悲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慈悲掌握在我们手中。这里主要是介绍修心法颂。修心法颂呢，其实是一个具体的一步一步的教我们怎么去培养一个慈悲心的一种方法。那修心法颂呢，是由格西朗的唐巴所撰写的。那这个接下去的整个第2章呢，我们就根据格西朗日唐巴的修心法颂呢，每一颂跟每一颂来做一些就是分享和解释。好的。之前讲到第一颂说的什么东西呢？第4颂说的就是一切的众生都是很珍贵的。就恒怀真爱一种，为一切有情众，视之由圣如意宝，愿成能比救真理，恒常心怀真爱情。那这讲的其实就是众生呢都是十分珍贵的，他比能够给予我们一切物质，给予我们面包，给我们食物啦，给我们满足物质需求的如意宝后来的更为的就是贵重，更为的珍贵。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只有透过众生，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佛。如果没有众生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培养真正的慈悲，我们就没有一个慈悲的对象，我们没有一个忍辱的对象。那就根据仁波切的说法，就是说有哪一个佛，哪一个菩萨是能够不忍辱、不慈悲的呢？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众生作为一个修习的对象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成佛。所以众生它的重要性呢，其实它的善呢，跟佛是几乎是相当的。这是在我们在讲修心法颂的刚开始昨天介绍的这些内容。那说其实在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敌人其实是更加珍贵，因为必须透过敌人，我们才能够修习忍辱。如果我们能够去对敌人善良的话呢，那就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能够真正达到忍辱的一个精神。当然，如果要成为一个佛的话，要成为佛或者菩萨得到证悟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有分别心，我们不可能对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99.98%的人都好，但是唯独对一个人不好。那只要你心中还是对某一个人有一种排除他的一种念头，或者是不喜欢那种念头的话呢，那是不可能成佛了。因为其实佛其实是没有对众生，其实是一视同仁，是没有分别心的。那所以说证悟呢，仰赖的是依靠的是每一个众生，不是多数，而是每一个，还包括你对他的一种用心的态度和可动机。这个在寂天菩萨的悟菩萨行论中呢，有讲到这个东西，说众生其实跟佛是一样珍贵的。好，接下去我们就延续昨天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段落，还是继续讲下去。那英文呢是这个样子。If they are equally important, do you think you can pray, kowtow, make offerings to the Buddha and the 3 jewels, the Guru and the Sangha, and turn around and abuse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become enlightened? You are in some weird cult, because that is not what the Buddha taught. We have all been guilty, including myself, of following this weird cult. In front of the Buddha, we kowtow, we prostrate, we have tears, then we turn around, someone bothers us, and we complain, hey, we have done tha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他说，如果他们众生跟佛都是同样的重要的话，那你认为你可能只是对着佛、对着三宝磕头啊、大礼拜啦、做供养啦，对着你的上司、对着圣人，就是布施供养、大礼拜，但是转过来却是对其他的众生进行怎么说呢？虐待。你认为你怎么可能有可能一方面对着三宝磕头，一方面对着一方面去虐待众生，这样子有可能让你得到证悟吗？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就是在一个很疯狂的、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组织里面，因为这并不是佛陀所教导我们的。当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都犯了这个过错，其实包括不接受，包括自己，去跟随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疯狂的一种极端的一个组织。那讲在佛陀面前呢，我们磕头，我们行礼拜，我们泪流满脸。但是我们转过身呢，有一个人，当某些人开始激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不礼貌。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做过了。The Buddhas are important because we need their teachings, we need their blessings, we need their inspiration, we need their guidance, we need the 3 jewels, we need them 50%. And in order to fulfill what they have taught us, where's the object to act out what they have taught us? Sentient beings. That's right, all sentient beings, neutral ones, hated ones, and loved ones. And the very fact that you have hated ones and neutral ones in your vocabulary shows that you are not practicing Dharma. Thing is also interconnected and so logical. 这里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讲佛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学习佛法，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加持，我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和灵感，我们需要他们的指引，我们需要三宝。那但是我们需要他们呢，是50%，是5%的，50%的，就是50%的需要。他讲，为了去满足他们教导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法呢，我们需要找一个对象去行使这样子的，去实施去实现这样子的法。那这个对象是谁呢？那就是众生。对，其实一切的众生，不管是我们对他们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就是中性的，我们讨厌的人或者我们喜欢的。他讲，事实上，你只要说你还有讨厌的人，或者在你的词汇里，你还有讨厌的人，或者是还有中立的对象，已经表示你并不是在修行着佛法。他讲，你认真去想想，因为这一切呢，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合乎逻辑的。So how can we just prostrate to the Buddhas, prostrate to the Sanghas, prostrate to our Guru, to our altar, and not show equal reverence, respect to everyone else? Of course, you don't have to run around with lotus candles and light one for everyone you meet and say, "I respect you and pray to you." Of course, you don't have to be that fanatical. The point here is to have a sincere respect for other sentient beings. That includes your wife, who gets on your nerves, who nags. That includes your husband, who gets on your nerves, who comes home from work at 11 o'clock. That includes your kids, who shout and scream non-stop. That includes loving the guru who shouts at you. 他讲，我们怎么可能对着佛菩萨顶礼跪拜，对着僧人顶礼跪拜，对着我们的上司顶礼跪拜，那对着我们的佛坛顶礼跪拜，但却对其他的人没有给予同样的一种尊敬呢？那当然，你并不需要到处去，不需要到处去，到处握着一个莲花灯啊，为每一个人点灯，为每一个你遇见的人点灯，并对他说，我尊重你，我很尊敬你，我为你祈祷，我向你祈祷。当然你不需要这么说，他讲你不需要这么疯狂。他讲这里的要点呢，其实在于你必须对每一个众生都持有同样的一个真诚的一种尊敬。那包括这些包括那些让你抓狂的妻子，那个会不断在唠叨，
不断在不断的在你耳边唠叨，不断的在念个不停的妻子，包括那个让你抓狂的丈夫，那些夜晚11点才回到家，才下班回家的丈夫，那也包括你的孩子，不断在喊，不断在叫，不停在喊叫的孩子，那也包括那个对着你吼叫的上司。You have got to love everyone, everything. We should start with our guru. We should start with our wives, and we should start with our husbands. Have we been mistreating our wives? Have we been talking angrily to our mates? Have we been mistreating our husbands and talking wrongly to our husband? To our friends, to our relatives, have we? If we have, I don't think we are making progress here. And if we are not making progress, we are going to suffer. 那这里说呢，他讲你必须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他讲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上司开始，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妻子开始，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丈夫开始。他讲我们是不是曾经不好的对待过我们的妻子？我们是不是曾经对着我们的佣人很生气的说话？我们是不是曾经不善待我们的丈夫，或就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跟丈夫说话，对我们的朋友说话，或者是用一种不好的方式跟我们的亲戚说话？我们曾经这么做过吗？那如果我们曾经这么做的话，他说我不认为我们是有进展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进展的话呢？我们没有在进步的话呢？那我们就将会痛苦。Of course, there are certain people who really get on our nerves. You don't have to beg, hug, and kiss them and say, I love you, and hold their hands for 24 hours and say, Look, Guru, I'm practicing compassion.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he point is, let them be the way they are, but don't hate them. You may avoid them for now, with the reason that you have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compassion. Until you have fully developed compass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ny hate, or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self for now, but that cannot go on forever. I hate them. I want to protect myself, so I stay away. 说当然，有一些人呢，真的是会让你抓狂的，真的是惹毛你的。那我们不需要去恳求啊，我们不需要去拥抱或者是亲吻他们，并表示并跟他们说我爱你，或者是每天20小时就握着他们的手，就说，哎，看，就是我上司看我正在修习着一个慈悲，但是你不需要这么做。他讲整件事情的重点其实是在于让他们做他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要去讨厌他们。你目前可能会逃避他们，因为你还没有培养出一种完整的一个慈悲。但是当你已经培养出完整的慈悲之后呢，你就不想再继续再去讨厌或者厌恶，或者如果你现在可能想要保护你自己，但你不可能永远都这个样子。你不能说我讨厌他们，我想要保护我自己，所以我最好就把跟人离得远远的。So we have got to love all sentient beings to become enlightened. If we don't, how do we become enlightened? Impossible. So to become enlightened, 50% is dependent on sentient beings. We should start today, now, this moment, to start loving our wives, start loving our husbands, start loving our children, our relatives, our parents, our aunts and uncles, our Sangha members, our gurus, people that are neutral to us, people who we just met, and especially enemies. We should start. 他说，所以呢，我们必须去爱每一名众生。如果要得到真悟的话呢，我们必须懂得去爱每一个众生。那如果说不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怎么可能会得到真悟呢？他讲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要达到真悟，我们有50%，就是有50%呢，就是依靠众生的。那我们今天就应该开始，这一刻现在就要开始去爱我们的妻子，开始去爱我们的丈夫，开始去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身家成员，或者是我们的上司，也要开始去爱那些
跟我们就是我们不讨厌、不喜欢的人，或者是我们刚刚开始遇见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敌人，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这么做。Stop kowtowing to the Buddha because it's just 20% of the game. If you kowtow to them, it means you will follow what they are saying. You respect what they are, what they represent, what they teach you, and therefore you kowtow. So if you kowtow and you turn around to do the opposite, you should get an Oscar award for your brilliant acting. And we all should get an Oscar because we are the greatest actors on earth, all of us. Think about it. It sounds funny, but it's true. That's why it's funny. 他讲不需要再对佛磕头。他讲，因为这只不过是整件事的5成而已，就是58%而已。他讲，如果说你对着佛磕头或者行大礼拜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会跟随，你会跟从他们所说的东西，他们所说的话，你会去尊重他们，尊敬他们，你会尊敬他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你会尊敬他们所教导你的，所以因此这样你才磕头顶礼。那如果你磕头，你向着佛菩萨磕头顶礼，但转过身呢，却做相反的事情的话，那就代表是说，其实你应该去得到一个奥斯卡奖，为你精湛的一个演绎呢，你其实有资格获得奥斯卡奖了。他讲，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其实有资格去得到奥斯卡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演员。他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讲，认真想想，这样子说起来，可能是有一点就是有点好笑的，但是其实这都是事实。也正因为这是事实呢，所以它听起来是有一点好笑的。We have to respect everyone. We have to respect everything, and we must start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easiest for us to respect. From our guru to the sangha, to our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other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to neutral people, to enemies. Without that deep respect, 50% of your practice is not there. A table cannot stand with 2 legs. Think about it. You need to start practicing this. 他说这个呢，他说我们必须去尊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尊敬一切的事物。那我们必须，开始，我们必须从哪些人开始呢？我们开始从那些我们最容易去尊敬的人开始。那就比如说我们的上师啦，或者是僧人啊，对我们的佛法同修的佛法兄弟姐妹们呢，或者对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修持者。然后呢，再逐渐延伸到那些中立的，就是我们不讨厌、不喜欢的，然后再进一步呢，就开始去把这个尊敬也延伸到我们的敌人身上。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尊敬呢，那我们的5层的修持呢，就已经不在了。他讲，一张桌子不能只靠2只脚来站立。他讲，认真去想一想，所以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去修持这一个，去实践这一个。Now, please practice that first verse. That verse has such deep meaning. Let's become real Dharma practitioners. We have received the first verse. Let's put it into action. Let's make it stable and let's make it constant. And let's support it and make it constant and stable by offering to the 3 jewels: restoration, meditations, and on meditation, deities, mantras, and so on. 他说：“我恳求你，好好的去修习这个修心八颂的第1颂。”他讲这个颂呢的意义是那么的深远。那请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法修行者。那我们必须，像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第1颂，那就开始呢，就把它付诸实践，让它变得稳定，让它变得能够持久，然后让我们去支持它，让它就是要怎么去让它稳定和持久呢？我们可以透过像3宝供养啦、行大礼拜啦。这种禅修了、念诵心咒等等，那透过这些佛法的一些行为呢，它就能够让我们累积功德，去支持我们的一种修行。I implore you, my old friends and my new friends, to please put these teachings into practice this moment. 仁波切说呢，他恳请他的朋友啦，不管新旧的啦，将这个教诲好好的付诸实践。
从这一刻开始就付诸实践。那这个第一个怎么说呢？修心八颂第一颂呢，基本上这个内容就到这里。接下去呢，它就是这是一个禅修的一个内容，就是说，第一个内容就是说，如果你将每一个众生都视为非常珍贵的话，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体会，怎么样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在禅修的时候，我们开始去禅修这一个内容。他讲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的情绪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的心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们会怎么样去跟他们互动？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个禅修的过程呢，让我们能够怎么说呢？去将这些解放的能量深深的吸进去，然后再放松，让它跟我们就融为一体的。那这个其实这样子的每一个就是修心八颂，其实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修心法，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读过就算的一个内容，它并不是一个不像我们看一些故事书啊之类的，它是需要不断的思考，不断去咀嚼它的内容，不断思考，不断的内化，不断的沉淀，不断的实践，让自己对它有越来越多的体悟。从实践，透过实践呢，透过禅修呢，让这个就是这内容呢，逐渐跟我们是融为一体的。就像之前说过的，从需要用功努力到变成不费吹灰之力，它就让它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那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就是修心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就是我们分享完了这个第一颂呢，现在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的一个回顾。那修心八颂第一颂，我们再给大家念一念，就是它是我于一切有情众，事事如圣如意宝，愿成满笔究竟力，恒常心怀真爱情。那这一颂主要讲的就是众生，无论他是陌生人，无论是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敌人，每一个众生，每一个，这重点在于每一个，我们都必须没有分别的去把他们当成比如意宝还有珍贵的一个宝物。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让我们能够最终成佛的善缘的助缘。它的善，它的重要性呢，跟佛陀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众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成佛。那这是之前说过的。所以想要成佛，我们必须爱护每一个众生的一个友情。因为友情的存在，众生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成就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果位。那如果说我们就是我们很虔诚的去对着佛、对着菩萨来祈祷，我们每天念诵很多经咒，我们做很多供养，我们做很多的大礼拜，我们很积极的去找钱呢，去捐献给寺院，或者是我们很积极的去建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好，我们付出多少都好，但是只要呢，那我们在在上师的面前呢，或者是佛法兄弟弟兄的面前是非常的谦卑的，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友善的。但是转过身来，我们对我们的工人呢，却呼呼喝喝的话，我们对外面的一些其他人呢是非常恶劣对待的话呢，那其实那绝对不是一个成佛的基础。因为记得众生，重点在众生是每一个众生，它不是某某众生，它是每一个众生，不管是敌人，不管是朋友，不管是爱人，不管是中立的人，不管是陌生人，我们都要一视同仁对他。所以要怎么开始，要怎么去开始去修行呢？他讲，要开始的话，当然你要叫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去爱我们的敌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很多人想起敌人，可能就立刻觉得很恶心了。
那该怎么做呢？那当然就从我们就是最容易着手的对象开始，开始去爱我们的上师啊，那爱我们身边的佛法同修啊，什么佛法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们嘛，过后就开始从我们身边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很烦的丈夫或者妻子了，或者是很顽皮的孩子身上了，从他们身上开始，这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从他们身上开始，我们来修行这一个。那因为这是既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对象，那到了就是怎么说呢？当我们逐渐熟悉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去把这样子的一种同样的一种珍惜的、尊重的一种心情呢，去对待陌生人，就是平时在路上遇到的，就是从来不曾认识的陌生人。那从陌生人呢，我们可以再逐渐呢，再延伸到对我们的敌人也是这样子来尊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怎么讲？修心的一种训练。那这是第一颂，那时候仁波切说，就希望大家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以实际的行动来实现这一个颂。跟他讲，这样子虽然只是一个简单很短的几句话，就是很短的一个颂而已，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远的。那为了支持让我们的修行是更加顺利的话呢，我们其实需要累积很多功德。那透过什么来累积功德呢？透过供养三宝了，做大礼拜了，或者修习一些本尊法门，或者是持咒等等，那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累积功德。那累积功德的目的呢，好让它可以去支持我们的修行，让我们的修行能够更稳定的持久。那这一个基本上呢，就是这第一章的就是修行八颂第一颂的内容。好，那暂时就分享到这里。看一下。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的。好，那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回向。镜头转到这里，我们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后，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摄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宣说正德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是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宝王正法理之际，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情恒长久。好，我们今天修心八颂第一颂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去的待会我就会开始跟大家分享修心八颂的第二颂。那可能也是会以一次或者是2次的方式，就把每一个颂介绍完。好的，那暂时我们先告一段落，待会见。